另外，这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去到美国呢，即届是针对这关税甲国防的议题，甲美方的人员咧会谈。今仔日早起返来到台湾，黄国昌是表示讲，这民众党是支持强化国防，也毋过台湾的民主是袂当互伊牺牲去，所以袂当无尊重国会。也那美方呢嘛表示理解而且赞成。对不起，我顿一下，因为我脑袋里面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组织我的发言。 可以遵守跟美方的协议。讲话小可顿地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结束访问美国的行程了后，10时返来台湾召开记者会，报告出访的成果。不过伊嘛讲，早起返来台湾的时阵，有收到 AIT 的信息，考虑 AIT 的请求甲对美国的尊重，无法度转述会中美国官员所讲的话，这是徛伫双方互相信任甲尊重。目前有关于高关税的谈判，基本上。 条件都已经谈妥了，在未来的数周，应该就会进行正式的公布跟协议的签署。关税内容的细节，黄国昌敢若讲无法度代替行政部门来宣布，嘛强调民众党支持强化国防，毋过台湾的民主袂当互牺牲，国会袂当互当作塑胶，这点美国充分理解嘛赞成，而且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条例，无完全是对美军购。这1兆2500亿。 并不是全部都是对美的军购，有相当高比例不是。我反对民进党的那个版本。从美国回来以后，我反对的决心只有更强烈，不仅没有软化，还更强烈。黄国昌强调讲，民众党反对行政院版本军购特别条例，会家己搁提另外的版本。嘛讲有甲美国问讲，目前美国对台军购延签交会的情形。 有得到正面的回应，知影问题伫咧倒，美国嘛答应讲会尽力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